国内有一间卫生工程行，因无牌替一寡企业来处理这个垃圾油，甚至佫偷偷倒入去排水沟内底。即马这个业者已经互人羁押。检方伫咧调查了后，佫甚至来发现讲，因私底下嘛有偷摒一寡重金属等等的有害物质，而且佫偷偷倒伫咧溪埔等等的所在，这乌心钱赚5亿外。这些不明液体一直向顶面喷，污染路面。无假是臭面膜。今年5月，这台水肥车都准遭公线破去，稽查人员到场，司机拒绝交代事情，造成当地环境的一个污染。我们依照废弃物清理法要求，快东工程行必须要进行清理以及改善。随后，他也进行了清理的动作，我们并依据废弃物清理法加以开罚。原来出代志的水肥车装载重金属电镀液，这类有害塑胶废弃物，成员需要经过许可，不过检调发现，涉案卫生工程行无处理相关文件，业者无照经营，用无到一半行情价，承揽含重的废镀液加废土浆，佮交给土资场，伫后滩地等所在乱倒9千万栋。108年到单，不法获利达到5亿4千万。号称是只要是液体都收，并且会再混入水肥、废油泥、其他液态废弃物，再往树林地区的土市场堆置，就在大台北、桃园地区的排水沟任意的排放，甚至倾倒在连外桥梁底下的河滩地。土资场负责人伫租顶厂商，大高8人约谈，最后全部得到交保，也毋过工程行头家毋若乱倒废镀液，佮加讲任何液体拢会当收，顶个月防查出，无得到许可替乌树场等企业处理废油污，偷偷倒入排水沟已经放羁押，名下几台名车拢放扣押。50万交保的乌厂长姓洪副厂长，检方要厘清，伊敢是也知影业者无照，佮乱倒。记者综合报道。